咖啡時間，獨裁者。自從 Donald Trump 喺政壇崛起，以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做號召，喺西方世界掀起一股反極左浪潮。同時間，大部分西方主流傳媒同埋仇侵派亦都大合奏反侵言論。最流行嘅講法係指 Donald Trump 係獨裁者希特拉。一時間撐侵同埋仇侵唔單止喺西方，連反共嘅華人世界亦都分為兩大陣營，互相嘲笑辱罵。情況同當年香港人反共陣營嘅和理非派同埋本土派互鬥，基本上冇乜嘢分別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無論係因為拯救世界嘅抱負，抑或因為一己私欲，大部分人其實都好難避免權力嘅誘惑。呢啲就係人性，權力使人腐化。任何當權者若果有機會，都好難抗拒做獨裁者。不過，直到目前為止，個人仍然唔覺得 Donald Trump 做獨裁者有佢對家誇張到咁大嘅機會。美國民主黨推極左思潮，尚且要從70年代反越戰開始經營，到咗今日高張嘅左焰去到變態嘅地步，仍然有 MAGA 民粹高舉 Common Sense 大旗強烈反彈，就係最好嘅明證。個人對美國先賢制定嘅權力制衡制度，以選舉人票4年一次嘅總統選舉，6年改選部分參議院議席，2年中期改選眾議院等等嘅精妙國會制衡力量，仍然有信心。況且主流傳媒仍然掌握喺反侵派嘅手上，無時無刻向 Donald Trump 發炮，而 Donald Trump 亦冇查封媒體嘅能耐。而且現時差不多有一半美國選民依然唔會支持 Donald Trump， 佢能夠成為獨裁者嘅機會其實好微。不過美國嘅司法制度已經俾美國民主黨打開潘朵拉盒子，成為打擊政治對手嘅武器，影響所及，甚至連法國嘅現任總統馬克龍亦已經活學活用，用司法武器剝奪政治對手嘅總統參選權。侵黨用司法反擊報復，只欠仲未正式啟動，但係就似乎已經無可避免。呢啲先至係值得令人憂慮嘅。不過 Donald Trump 能夠成為獨裁者，雖然機會不大，但係就任何人都唔可以寫包單，只能任憑天意。個人最擔心嘅反為係仇侵派同埋拜侵派互鬥，會俾中共5號水軍可乘之機，從中挑撥分化，打擊反共力量。其實我哋香港人最主要嘅敵人係中共，花有限嘅精力去主力反 Donald Trump， 中共睇見大家轉移咗視線，又會唔會樂見其成，暗底偷笑呢？